们现在就在互踢皮球，不知道这是归谁的。那个车是那个正丰便当的。到东里的部分，它把我们的那个一个出入口给封住了，导致说我们的这边的居民要多走大概1到2公里的路程，才能从社区里面走到外面。这个已经造成我们的居民的一个不方便，而且已经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啦。那接下来就是说，好像是我身后这些废弃物的问题现在是我们的施工单位就是我们的承包商跟我们的政府单位，现在还都在厘清这些废弃物该何去何从的问题。那但是我们居民的确不知道，我们只是想要有人帮我们处理就好了不是说他们这样互踢皮球也把这些废弃物都放在这边1年多了导致于那边的居民觉得说他们像是生活在孤岛的情况下一样。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市政府单位可以帮我们的居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这样。林平交道是我们唯一的出口了，其他2个小道那个国有路已经几十年没有翻修了，所以尤其是台风天或者是那边根本没办法通行了。只有这里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了。那之前有反映过吗？反映是有反映的，但是他们都一直讲说那是既有道路了政府官员没办法。那对年老的可能就会有问题，要走好远才能够出去。那现在就是说，既然我们今天来了，那就是说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条路这边是不是能够再开一个出口这是我们所想要的。其实原来那个平交道是为我们这个村专门设定的，当初这里完全我们通外的都没有，只有一个亚航社区。那现在他把这个完全封闭，请问我们要往哪里走？那现在他们上次我们同样这个会我们开过一次就给我们一直回应说他没有办法办。我们那个时候建议说一条路可以通过去，他们只要拉过去就好了，对他们没有做到。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往哪里走，对，我想最起码我们要一条能够通行的路